对岸边国宾落尾，一旦看到真悬的高塔相当险迫，有民众第一时间看到拢相当好奇，甚至意外成为观光景点。不过对民众的回复，嘛发现大家已经有在找答案。就是远远看的话，就会看到还蛮壮观的。第一时间看到怎么样？第一时间就蛮大的，蛮特别的，一个很巨大的东西在那边啊。哎，对。所以就有询问过，对不对？有问过，人家说的是那个风力发电。无毋对，有黄色、白色、甲红色三色设计而成的高塔，悬90公尺，目前有12座，就是中央要发电水上风力发电的水下基座。离岸边港码头组装以后，未来会陆续运到彰化。虽然河岸边成为离岸风力发电的备源基地，不过经发局澄清，台南并无要发电风力发电。在安平港放的是他们离岸风力的基座，那目前他们是会设在彰化跟台中的外海，所以说原则上它是从韩国运过来的，原则上不会在台南这边产生这样子。面对台湾因应电力需求，特别是绿色能源等多元开发，在地议员嘛拢乐观其成。这几支的一个庞然大物是未来会施作在我们的海底下的离岸风电工程的一个水底下的一个基座啦这是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工程未来也将提供我们台湾更进一步的这个绿能这个相关的一个电量的一个储能台湾的发电其实多元化台南的发电更多元化，尤其在沙能绿能科学城附近，包含什么？包含绿能发电的话，包含我们的氢能源，包含我们的光电板。那其实这两个都是未来近零排碳的一个趋势。这几年来，供电问题争议不断，不过大家肯定的转型绿色能源，尤其离岸风力发电，伫外省的投资已经全力要拼产业链。台湾新闻阮子采访报道。